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哩。好朋友迄天国情去撞着一对观众朋友留红公婆啊，迄个嘛，甲国情啊叫讲，我认得你呢，你有咧讲解文说哩，我甲阮人吼，逐暗都咧看，啊，我看你少年，毋知你敢娶亲结婚啊？我甲因讲嘛，我今年还袂娶。我若还袂娶，我甲你报阮隔壁一个吼，原来咧做老师的查某囡仔。迄个嘛讲到遮尔，迄个爸也较重，讲到底老母的啊。咱台湾话咧讲，今年还袂娶啥意思？我才紧甲解释讲，嘛无毋对啦，爸也听有啦。即句今年还袂娶吼，拢是已婚的男性，拢已经娶亲娶了的人咧讲啊啦。若真正袂娶的人，伊是当年都还袂娶啦。所以台湾人写即个奇卡的汉话。干那今年还袂娶，就是早就已经娶某啊啦。结果讲来到遮解说完尔，迄个爸啊，佮甲继续加强、加注释啦。讲吼，咱逐暗都咧看解文说哩。你敢无感觉国情即个人吼，讲话本来就高钻，讲话本来就碰风，伊安尼真正黑白讲，结果你凊彩甲认真听。人讲今年还袂娶，你就当作还袂娶，你听甲耳仔啪啪。即句耳仔啪啪，原来台湾人咧讲的汉话，乡亲时代，咱知。咱知影讲，人讲一句，咱毋是干那甲听一句，咱甲听3句、5句，听10句。咱安尼信，安尼做听甲耳仔啪啪。啊，台湾人为着讲话要加强口气，迄毋是干那听尔，耳仔要安怎拍？迄就是一款，互你干那听着即句话，你就会看到迄个景铺在眼前的作用啦。啊，当然啦。迄个爸啊，甲安尼讲话，国情啊家己歹势啦。我讲无啦，国情啊有影搞转搞碰碰搞讲笑啦。毋过吼，我着事实都不受罪。我某定嘛咧讲我出去哪碰见，倒来哪捡着，本来吼就当作无即个翁啊啦。即句话，原来是台湾人说出来，咧讲奇卡，咧讲汉的，出去敢若碰见，当时要倒来拢无交代。有可能是今仔日透暝3点5点，有可能是3更后5更后，总是倒来锁匙窗落开门，哭一下，我当作捡着，搁捡着即个翁。当然，若真正做人做甲安尼，就真毋值。国情我哪毋敢做甲遮尔汉，毋过国情今仔日将这台湾人所说的奇卡的趣味的言语捡做伙，甲你互相探讨台语的艺术的所在。